这是一个关于一群无名英雄的故事，他们正在打一场很多人可能根本就没有注意到的仗。好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吗？在台湾花莲，一场超级严重的风灾过后，有一群人，他们被叫做铲子超人，他们就带着铲子啊、工具啊，二话不说，直接冲到灾区，然后默默的帮忙把那些又厚又重的泥沙清掉，帮大家重建家园。但是如果今天这场灾难，它不是你看得到的土石流，而是一种无声无息的流失呢？比方说，一个语言正在慢慢的、悄悄地消失，那这个时候谁会站出来？你看这个比喻就真的非常贴切了。其实啊，台湾的本土语言老师，他们也像是一群铲子超人，只是他们要铲掉的不是泥沙，而是学习上的各种障碍。他们在努力重建的也不是实体的房子，而是我们文化的根。说到他们的工作啊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比喻，我觉得更能说明他们漫长又辛苦的付出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所谓的竹子定律哦？就是说，竹子啊，它在前面整整4年，其实都只是在地底下默默地扎根，你从地面上是什么都看不出来的，一直要等到第5年，它才会突然间唰了一下冲上天际。教本土语言就跟种竹子一模一样，需要好几年那种看不见的耐心灌溉，最后才可能看到成果。有位老师就说了这么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们就是那些为竹子浇水的人，如果没有这些生根，竹子永远都长不高。”这句话听了真的很有感触，对吧？你可以感受到那种使命感，但同时好像也听出了一点点他们面临的困境。那这个困境到底是什么？16年，你没听错，就是16年。整整16年的时间，很多本土语言老师的钟点费是完全1毛钱都没有涨。但是你想想哦，这16年来，物价涨了多少？我们直接来看数字，这个可能会让你吓一跳。一个老师，如果他1个礼拜教快20堂课，算是很认真的吧，他的月收入可能是26,880元。那现在的法定基本工资是多少？28,590元。你没看错，比法定基本工资还要低。所以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他们的工作其实超级不稳定，放假、考试周没钱领，寒暑假当然也没钱领，学年跟学年之间工作在哪还不知道，要去进修可以呀，自己请假，自己付钱，而且请假就没薪水。很多时候他们为了凑到足够的课，还要像跑单帮一样，在好几个学校之间奔波。讲到这里，我们就必须来谈一个更核心的问题了，那就是法律上写的原则跟现实世界运作的状况中间那个巨大的鸿沟。这是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先生讲过的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任何违反基本原则和价值观的事情都必须被修正，不计代价，没有妥协。”这句话分量很重，对吧？那如果我们把这个标准放到我们的教育体系来看呢？我们来看看这个对比就非常清楚了。你看哦，左边是法律的承诺，国家语言发展法明明就说原则上应该要专职聘用老师，但右边的现实是什么？绝大多数的老师都还是钟点计薪的支援人员。法律说国家有责任要培育师资，但现实是老师常常要自掏腰包去上课，而且还没有带薪假。这中间的矛盾是不是很明显？好，那问题来咯，光是点出问题没有用，对吧？所以到底该怎么办？幸好这些老师们自己就提出了一份非常清楚的改革蓝图。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看。第一，先把他们的身份证明从支援人员改成支援教师，承认他们的专业。第二，稳定聘雇契约改成全国统一的学期聘，而且是月薪制，这样寒暑假才有保障。
第三，让薪资福利更公平，把他们纳入劳基法，薪水也要跟公教人员的调薪联动。最后，支持他们的专业成长，给予带薪的研习假。你看，这些要求其实都非常合理，对吧？好，那我们来想象一下，如果我们真的采纳了这份蓝图，会发生什么事？这不只是在谈劳工权益了哦，这是在谈我们希望为一个文化的未来打造一个什么样的环境，让它能够从辛苦求生存走向真正的茁壮。这会形成一个超级棒的正向循环。你想想看，老师的工作稳定下来了，他们就能更专注在提升教学品质上。教学品质变好，学生自然就更愿意投入学习。学生投入了，这个语言才有可能真正的被保存下来。而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，其实也展现了对这个文化的尊重。所以说，到底支持这些老师，它真的不是一笔开销，它其实是一种投资，是投资在一个社会的文化根基上。这项投资关乎到我们是谁，我们从哪里来。所以最后我想留给大家一个问题来思考。一个文化的未来是从它的根部长出来的，那么谁愿意来好好的照顾这些根呢？